用从是咪是个世间的黑道，是个喜啊，每都好是个地路，是个五地路，是个大得同路。你聖經講出約翰福音14條6節用人講到，耶穌講基督係道路，基督係真理。基督係生命，係冇經過矮講，每一人能進到天阿爸。而你乜嘅意思呢？上帝耶穌基督講啊，基督係道路，或者是個實耶穌是個要對嘅路行，呀是個實耶穌嘅真理，是個要對嘅真理行，真理都達得。到對係個實耶穌嚟講啊，是個要嘅生命啊，隆重啲心臟是個要，是個離開了世間以後，是個要真理，是個要道路，是個要生命，是個信任耶穌基督係做是個嘅天父，是個能夠進到天阿爸，因為個聖經講，耶穌講，我都係道路、生命、真理啊，要係實信任嘅，是個能夠進到天阿爸咁。